12生肖開運旅遊目的地，你知道嗎？趕緊按讚收藏。生肖羊和猴建議目的地是菲律賓、澳洲西岸，平復馬年焦躁的心情，利於思考長遠事業。而生肖狗和豬建議目的地是紐西蘭、澳洲東岸，擁有極致的水氣與生命力，是流年催旺健康運的首選。屬鼠的你建議目的地是遼寧、吉林、黑龍江，涼爽氣息有助於理智思考與穩定情緒。生肖龍和蛇農曆5月的建議目的地是西班牙、意大利、葡萄牙，啟發靈感，化解流年際愛，開啟新局。生肖中的馬農曆5月的建議目的地是泰國，對於想要廣結緣分、提升名氣的人極有幫助。生肖中的牛和虎建議目的地是尼泊爾，淨化心靈、提升直覺力的絕佳目的地。生肖中的兔建議目的地是蒙古，清澈的水資源能有效中和燥氣，保佑平安。生肖中的雞建議目的地是香港，幽靜的環境有助於化解職場壓力，